后来乡亲继续来看中华的二林有一间公益的芳店，大量聘用身心障碍的员工，加上因所使用的是在地小农的食材，所以真受懊恼。想要到诉讼检举涉嫌篡开食品的有效的期限。中华地检署调查发现，这间店在卖乌豆仔醋是用过期的原料来改制，这个意大利面、乌麻粉甲米素有效期限的标示嘛无实在。这个业者有伊解说甲委屈，咱做伙来看。这是那个黑豆的封存，是不是？对。一箱一箱的乌豆醋大封条，禁止贩卖，因为这全部拢是涉嫌用过期原料改制。若是乌豆醋问题，这乌麻粉的票啊，原本应该是爱拍由生产日期算起有效期限，也就是2019年4月7日。但是业者所拍是由分装日期所算起的有效期限，变成2020年4月7日。另外，米素甲意大利面嘛是同款。你让人诚心接受人家的检视哦。贩卖业者是中华利林这间工业面包店，内面有一半员工拢是身心障碍朋友，因所卖是小农的产品，因为身心甲使用在地食材，在地方上被赞赏。就是关于我们委外委制的，就是有一个产品，就只有那个产品，就是黑豆醋。那确实我们在品质跟合约没有落实，我们无签合约，所以今麦什么代志就变做大家拢口说无凭。对，所以之后就是我们来承担嘛，吼。卫生局讲有效期限无实，就是标示无实。依法可以处以4万元以上到40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了，产品的标签有问题，卫生局起早时佫发现，业者把产品的原料放伫上温度存，并不是放冷藏，当场要求限期改善，若无开发。